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阁来到目屎watch去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生的金融训练节目，衷心仰望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这礼拜2025年5月第4个礼拜，标题是“美金毋是金”。伊同款是信用工具，只是全世界拢用伊伫定计数。费半落4.5%，非投资等级债券落0.6%，美元指数落1.4%，油价落1.2%，最后黄金大起4.8%。费半这礼拜愈盘愈低，拜三拄到川普的降税法案，拜五阁拄到川普要克欧洲50%的关税，另外要克苹果手机25%的关税，规礼拜落来，总共落4.5%。SYY 这礼拜上悬冲到4.58，因为川普要为人民降税，毋过市场烦恼政府的财政收支恶化，规礼拜落来 ，SYY 收伫4.51。这礼拜2YY 反映费德短期内袂降利息，挂伫4%，变动无大。毋过美元指数竟然大落1.4%，深入去查原因，是日本的债券30YY 创悬，日票大起。当然，落的原因佫包括信评公司调降美国的信用指数，美国含欧洲的合理关税超袂好，川普佫要对苹果手机克25%的关税。油价部分，这礼拜愈盘愈低，收伫61.8块，变动无大。金价部分，这礼拜因为美元指数大落1.4%，金价大起4.8%。最后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后礼拜再会。